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，因为低气压的影响，西南风变强。高雄透早开始上大雨，到中昼为止，这大寮的累积雨量上济超过200毫米。若山区的雨是落甲真粗。市府宣布，包括茂林区、南马社、桃园市的里甲桃园国中拢停班停课。若桃园目前是撤离45个人。 高雄大雨落未停，公路局人员透早就来桃园区巡视变道状况，发现溪水已经淹过路面，早起7点先进行封路，因为山区雨水量快速增加。市府也陆续宣布，桃园市的里甲桃园国中、茂林、南马社拢停班停课。消防局也出动去桃园国中协助师生撤离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因为西南风变强，水气多，无论山区也是平地，早起8点进前拢已经达到大水河的标准。茂林区达到3小时累积103毫米，达到豪雨的标准。 而位于市区的大寮区，早上在8点28分时，24小时累积雨量同样达到205毫米。四维路目前已经淹水了哈，大家尽量少从四维路，要不然车子会熄火。虽讲这场雨量大量细，不过都是落未停。大寮的四季路早起都因为安尼淹水淹到半个连啊悬，加在水真紧就退啊。水利局表示，虽然市区要传出淹水的状况，淹水上悬的所在伫前镇的一栋大楼前有30公分悬，不过雨若变细，大约1点钟内水就会退掉。针对一寡较高淹水的所在，马拢已经安排抽水机进驻，目前并无灾情传出。 目前最大施雨量大概在大寮89，大树81。那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总共掌握有12处的积淹水灾情，大概都是在10几公分，最多到30公分。那目前水情中心已经掌握，全部都已经退水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根据目前的观测资料，到14透早为止，高雄的天气也是无稳定，随时拢有大风大雨发生，且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，做好防灾准备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